你之所以不停吸引錯嘅人咧，並唔係你唔識揀，而係你嘅內在愛情地圖咧未更新過。催眠治療從來唔係魔法，但係佢可以帶你去翻你嘅模式開始形成嘅地方。我哋咧可能會做3件事。第一，揾翻你第一段錯誤愛嘅記憶。喺催眠治療嘅狀態下啦，你會更加容易睇翻你第一次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，第一次追住人，第一次好驚失去嘅感覺。好多時咧都係同一個細微嘅畫面，被忽略、被比較、被責備或者被當成麻煩，你就會發現今日繼續吸錯嘅人，原來就係嗰段傷口嘅延續。第二，重寫翻你值得愛嘅信念。喺催眠治療入邊，我就帶翻你聽翻你以前從來冇聽過嘅說話，例如你唔需要討好咧先值得被愛，你唔需要追住人咧先有價值，真正嘅愛係需要有人主動走向你。呢啲並唔係洗腦，係等你終於願意接受一個從未試過嘅安全感。第三，建立翻新嘅愛情吸引模式。當你內心越安全，你自然就會吸引到穩定、溫柔、願意付出嘅人。你會發現自己咧唔再被忽冷忽熱嘅人吸引，唔再用沉迷嚟證明自己，唔再以痛苦當激情。並唔係你因為變咗另一個人，而係你終於識得愛翻你自己。如果你好想停止重複嘅傷害，去吸引真正穩定真心嘅愛，催眠治療可能就係幫到你嘅第一步。不妨喺下邊留言一個我想更新我嘅愛情地圖。